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4月2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3篇，以西结书34章第1节到第16节，路加福音第15章第1节到第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好牧者。上帝差遣摩西回到埃及去，带领以色列人来出埃及，因为他听到了他们的哀求的声音。因此，上帝就呼召了摩西成为他的仆人，去担任以色列人的领袖，带领他们出埃及。摩西呢，就如同在米甸的旷野为他的岳父叶特罗牧羊一样。如今，他成为上帝的牧人，他要牧养人的牧者。他的呼召就如同耶稣基督给彼得的呼召一样，耶稣告诉他说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，我们就称他为得人如鱼的呼召。如今摩西他就成为了代替上帝牧养以色列人民的牧者，要牧养上帝已经丢失了430年流浪他乡的一大群羊群。以西结先知这样的说道，他说，上主对我说，他说，必朽的人啊，你要斥责以色列的统治者，向他们说预言。你要告诉他们，我至高的上主对他们这样说，以色列的牧人啊，你们要遭殃了。你们只顾自己，却不顾牧养羊群。你们喝羊奶，穿羊毛衣服，宰最肥的羊，吃羊肉，却从来不牧养羊群。虚弱的你们不调养，生病的你们不医治，受伤的你们不包扎，迷路的你们不领回，失踪的你们不去寻找，你们反而用暴力虐待他们。因为没有牧人，羊群就分散，野兽就来撕碎他们，吞吃他们，以至于我的羊群流落在山谷峻岭中，分散全地，没有人照顾，也没有人寻找。所以牧人啊，你们要听我至高的上主对你们说的话。我指着自己永恒的生命发誓，你们要好好的听。我的羊群因没有牧人而被野兽追杀吞噬了。我的牧人不去寻找，他们只顾自己，不顾羊群。所以牧人啊，听我说吧，我至高的上主要和你们作对。我要收回我的羊群，不准你们再做他们的牧人，也不让你们只顾自己。我要从你们的嘴里抢救我的羊，不准你们吃他们的肉。摩西是否是一位上帝眼中的好牧者，
或者他是不被上帝喜悦的牧者呢？以西结先知斥责以色列的统治者说，他们只顾自己，却不牧养羊群。他说，你们喝牛奶，穿羊毛的衣服，宰最肥的羊，吃羊肉，不调养那些身体虚弱的，不医治生病的，不包扎受伤的，失踪的也不领回。不但如此，以西结先知又说他们还用暴力来虐待。这样的情况其实就是有牧者等于没有牧者一样。因此上帝就差遣了先知以西结，劝告以色列的领导者要成为一位上帝的好仆人，代替上帝成为那个好牧者。接续的经文这样说道，我至高的上主告诉你们，我要亲自找回我的羊群。牧人怎样找回失散的羊，我也要照样找回我的羊。他们在暗无天日、多灾多难的时候被驱散到各地，我要从那一些地方把他们抢救出来，我要领他们离开外国，把他们集合起来，带回故土。我要领他们回到以色列的山间和溪畔，在青绿的草场牧养他们。我要在以色列的山间的草原上放牧他们，让他们在山谷间和翠绿的草场上安心吃草。我要亲自做我羊群的牧人，为他们寻找可安歇的地方。我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了：失踪的我要找回，迷路的我要领回，受伤的我要包扎，生病的我要医治。但是那些肥壮的我要毁灭，因为我按照公义牧养羊群。上帝要施行他的公义在以色列人的身上，同时也在所有的人类身上。耶稣基督为了回应法利赛人以及经学士的埋怨，他们认为耶稣基督不可以跟所谓的坏人和税吏一起吃饭。耶稣基督用一个迷羊的比喻来回答他们。他说，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有100只羊，其中1只迷失了，怎么办呢？他一定把其他的99只留在草场，去找那一只迷失的，直到找着了为止。一旦找着了，他就高兴地把羊群搁在肩膀上，带回家去，然后邀请朋友邻居，对他们说，来跟我一起庆祝吧，我那一只迷失的羊儿已经找到。同样，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的悔改，在天上的喜悦，要比为99个无需悔改的义人而来得更大。路加福音第15章第1节到第7节。耶稣基督的说法等于是上帝借着以西结先知所说的，说以色列人的领袖没有好好的照顾那一些需要照顾的人们，如同那一些被他们称为坏人的人们，他们甚至还排斥他们。
诗篇第23篇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一无缺乏。他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到安静的水边。他使我心灵复苏，他照着应许导我走正路。纵使走过阴森山谷，我也不怕灾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你用杖领我，用棍护我。在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。你待我如上宾，斟满了我的杯。你的恩惠慈爱终身不离我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殿宇中。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成为仆人，来服侍你，固守你的羊群，让我们有福分来领主的羊群，来归大牧者上帝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